狂热风台北话，这花莲的风雨是已经真强，护理、倒溪、玉里都已经有水泵线灾情。这市区是有真侪所在拢在淹水。在交通的方面，火车北回线中德路段有一寡所在是去互土石暗去，保证全线停驶。 土水将倒溪乡真侪路引起，公所头前拢是水，山里步道路流直接冲击面体。轮番步道12林有土石流冲落来，险险将厝引起。中正步道甲倒溪乡步道之间模糊铁路。糟糕了，哎呀，这都第8里了，用村长要打给村长。 由你定193管道水备府提警方已经封路，大埔里社区内4个拢是土水，民众用农机挡水。大埔车站头前的淹水，原城里还有95岁老人爱警方协助撤离。富里乡明里便道已经无法度过。 现在我们大屿社区已经变成一个孤岛了，真的没有办法进出了。相关的那个桥面啊，都已经水整个淹没到那个桥面的一个状况，所以我们现在都实施预警性的一个封闭。 水北乡水上川大牌土水暴动，车库山顶的风雨更较惊人。花莲北区的花莲市甲建乡出现真侪所在淹水，天部火车头前百年老树被吹倒去，市区民众已经感受寒热威胁。风比较强啊，所以今天都是停班停课。台风还没有完全进来的时候，这个威力已经不小了。绳子断掉啊，还是有的木头断掉啊，就是开始有一些灾情啊。 还有代替花莲路南上报全线停驶，有部分民众唔知影资讯白走一抓，还有民众退票甲站务人员发生冲突。叫我明天确定没有开喽，叫我再来补。劳民伤财嘛，做事情不是这样做。那我们监控的情况下，也已经有发现有土石流啊，我们会视风雨状况啊、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经常去抢修。 花莲新城乡嘉湾康乐村附近的电火车规排互强风吹倒，民众党也吹变去。秀林乡真侪山区步路出现土水、溪水暴动，公所烦恼风台下晡风雨更较大，请警方协助撤离居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